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煮饭的方法，能让你的身体健康得像服用冬虫夏草一样，你相信吗？这听起来可能很夸张，但请你给我几分钟时间，我会用30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你为什么这是真的。作为一名职业超过30年的中医师，我在诊所里看过成千上百的病人，其中有太多人因为吃错饭而在不知不觉中伤害自己的身体。更可怕的是，99%的人都用错误的方式吃米饭，却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犯错。让我先给你描绘一个场景，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台湾家庭晚餐时刻。客厅的电视播放着新闻，餐桌上摆着热腾腾的菜肴，一碗雪白的米饭，一条烤得金黄的鱼钱，一碗冒着热气的味噌汤，还有几样妈妈精心炒的青菜。这个画面看起来很温馨，很平常，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就在这看似平常、看似健康的一餐里，其实隐藏着多少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陷阱。很多人自以为吃得很健康、很养生，实际上却在一口一口、一餐一餐地伤害着自己的脾胃，伤害着自己的身体。如果你现在选择跳过这一支影片，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每天到底是如何在对待自己的身体。这不是我在危言耸听，也不是为了吓唬你，而是我在诊所里每天都会看到的真实情况。每一个星期都会有病人坐在我面前，告诉我他们的各种健康问题。而当我深入了解他们的饮食习惯后，我总是能找到问题的根源。让我知道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。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我想先跟你互动一下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来自哪里，来自台北、台中、高雄还是其他地方。也欢迎你提出任何你可能有的问题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最新、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你觉得没有帮助，请输入数字0。你的反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米饭，这个我们每天都在吃，每餐都会见到的主食，其实藏着老祖宗传承了几千年的养生智慧。可惜的是，现代人在追求快速、方便的生活节奏中，已经慢慢遗忘了这些宝贵的知识。今天我要用最简单、最容易理解的方式，告诉你如何把一碗普通的白米饭变成真正能够滋养身体、调理健康的养生圣品。我姓林，大家都叫我林医师。在我的诊所里，这30多年来，我遇过数十位甚至上百位病人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：害怕吃米饭。他们认为米饭会让他们变胖，会让血糖飙高，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。我记得有一位45岁的陈女士，当她第一次来找我看诊的时候，她的脸色蜡黄，精神不济，整个人看起来很虚弱。她告诉我，她已经整整3年没有好好吃过一碗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她看了很多网络文章，听了很多健康讲座，都说米饭是让人体重增加的罪魁祸首，所以她每天只吃沙拉、水煮鸡胸肉，完全不碰任何淀粉。但当我仔细询问她的饮食习惯、生活作息、工作压力后，我发现问题根本不在米饭本身，她的问题出在饮食不均衡、压力太大、睡眠不足，还有长期节食导致的代谢紊乱。米饭在这整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无辜的替罪羔羊。让我用一个简单但很贴切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道理。如果说你的身体是一辆车，那么米饭就是稳定的、优质的汽油，它不是会突然爆炸的炸弹，也不是会损坏引擎的劣质燃料。很多人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，把米饭妖魔化了，但其实白米饭并不是你的敌人，它从来都不是。
关键在于你怎么吃，你吃什么样的米饭，你在什么时间吃，你跟什么食物一起吃，这些细节才是真正影响健康的关键。在中国古老的医学典籍《本草纲目》里明确记，在竹精米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吃的白米，具有补中益气、健脾和胃的功效。什么叫做补中益气呢？用现代的语言来说，就是能够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，让脾胃这个消化系统的功能运作得更好、更顺畅。而健脾和胃就是能帮助消化、促进吸收，让你的肠胃感到舒服，不会有胀气，不会有胃痛。中医非常讲究食物的性质，在《黄帝内经》和《伤寒论》这些经典里都有详细的记载。有些食物是热性的，像是羊肉、辣椒、姜；有些食物是寒性的，像是西瓜、螃蟹、绿豆。但白米饭呢，它是属于平性的，也就是说，既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寒，是一种非常温和、中庸、适合绝大多数人的食物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台湾，在整个亚洲文化圈里，几千年来，米饭一直是人们的主食。它不偏不倚，中庸平和，正是养生的最佳选择。所以我要再次强调，请你一定要记住，米饭本身是无辜的，它没有错。问题出在我们现代人的吃法上，出在我们的生活习惯上，出在我们对食物的误解上。只要你愿意花一点时间，掌握正确的方法和观念，米饭就能成为你最好的健康伙伴，成为你养生路上最忠实的朋友。如果把身体比作一座繁忙的城市，那么血液就像是在路上行驶的车辆，血管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，而米粒呢，就是这座城市能量工厂的核心燃料。有了这个燃料，整座城市的运作就会停摆，所有的车辆都会停在路上，整个系统都会陷入瘫痪。这就是为什么米饭对我们的身体如此重要。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个案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在台中有一位72岁的王奶奶，她患有轻微的高血压和消化不良的问题。她的儿女们都很孝顺，很关心她的健康。他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文章说，吃糙米比较健康，比较有营养，所以就让王奶奶每天都吃糙米饭。一开始王奶奶也很配合，觉得儿女是为她好，但吃了半年之后，王奶奶的消化问题反而更严重了，她经常胀气，经常胃痛，甚至开始害怕吃东西。后来王奶奶的女儿带她来找我看诊，我仔细地问了她的饮食情况、大便情况、睡眠状况，还帮她把脉、看舌苔。我发现王奶奶的脾胃本来就比较虚弱，而糙米因为含有较多的纤维，外壳也比较硬，对她这样脾胃虚弱的老人家来说，反而是一种负担。我建议她改回吃普通的白米饭，但要选择品质好、新鲜的米，并且搭配一些补脾的食材一起煮，像是山药、红枣、茯苓。你猜结果如何？仅仅3个月之后，王奶奶的血压稳定了，消化问题也大大改善了，她的气色变好了，整个人都有精神了。她笑着跟我说：“林医师，我终于又可以好好享受一碗饭的香味了，这种感觉真好。”在中医的理论里，有一个非常重要、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“脾胃乃后天之本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脾胃是我们出生之后成长过程中身体能量和营养的主要来源。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栋房子，那么脾胃就是这一栋房子的厨房。厨房的火如果不旺，就煮不出好菜，煮不出营养的食物。同样的道理，脾胃如果虚弱，功能不好，就无法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转化成身体需要的气血和能量。而米饭正是点燃这个厨房火焰的最佳燃料，它性质温和，容易消化，不刺激肠胃，能够慢慢的、稳定的提供能量给你的身体，
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对病人说，一碗煮得好、吃得对的米饭，远远胜过市面上那些价格昂贵的保健品。养生的关键不在于吃得多么稀奇古怪、多么昂贵，而在于吃得对、吃得巧、吃得符合你身体的需要。当你真正开始理解米饭的真正价值，你就会明白，养生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就从你每天的那碗饭开始。现在让我来为你破解4个最常见、最普遍的关于米饭的误解。这些误解在社会上流传已久，正在一天一天地伤害着无数人的健康，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这些错误观念的陷阱。第一个误解，吃米饭会变胖，还会得糖尿病。这可能是我在诊所里听到最多次的说法了。很多人一听到米饭就联想到变胖，联想到糖尿病，吓得连碗都不敢碰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答案是绝对不是。会让人变胖、让血糖飙升的，从来都不是米饭本身，而是错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搭配。让我举个例子，如果你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不动，回家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吃饭的时候配着油腻的炸鸡、甜腻的珍珠奶茶、高热量的甜点，然后把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怪罪给那碗米饭，你觉得这公平吗？这合理吗？米饭只是单纯的提供碳水化合物和基本的能量，真正的问题出在你吃的太多，动得太少，还有搭配了错误的食物。只要你能够控制分量，选择品质优良的米，搭配适量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，米饭绝对不会是让你变胖的元凶。相反地，它能够提供稳定而持久的能量，避免你因胃饥饿感而在下一餐暴饮暴食。第二个误解，晚上不能吃米饭。这个说法在很多想要减肥的人之间非常流行。他们认为晚上吃淀粉类食物会囤积脂肪，所以晚餐只吃蔬菜和肉，完全不碰米饭。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做法是错误的，是有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晚上如果不吃淀粉类食物，你的脾胃就会缺乏温养，到了夜晚的时候，胃会不舒服，可能会胃痛，会失眠，睡眠品质变差。而且如果长期这样做，会导致脾胃功能失调，整个身体的代谢系统都会受到影响。我的建议是，晚餐可以吃米饭，但分量要比中午少一些，大概是中午的1半到2/3就好。而且要早一点吃，最好在睡前3到4个小时就吃完，不要太接近睡觉时间，这样既能保证营养的摄取，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。记住，关键永远不是完全不吃，而是适量适时的掌握。第3个误解，稀饭是最养胃的。这个观念在华人社会里根深蒂固。很多人生病的时候，身体虚弱的时候，会喝稀饭，觉得稀饭容易消化，对胃好，很养生。短期来说，这个做法没有错，在身体虚弱的时候，吃一些软烂的稀饭，确实能够减轻脾胃的负担。但如果长期只喝很稀、很烂的粥，反而会让你的脾胃变懒、变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稀饭实在是太容易消化了，脾胃几乎不需要做任何工作，食物就被吸收了，久而久之，脾胃的功能就会退化变弱。这就像一个人如果长期躺在床上不运动，肌肉就会慢慢萎缩，变得无力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的消化功能本来就不错，身体状况良好，米饭应该要煮得稍微浅一点，有嚼劲一点，这样才能够锻炼脾胃的功能，保持它的活力。只有在身体特别虚弱、刚生完病、刚做完手术的时候，才适合喝比较稀的粥来过渡、来恢复。第4个误解，糙米一定比白米好，更健康。这几年随着健康风潮的兴起，市面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糙米产品，很多人都改吃糙米。
认为糙米营养更丰富，纤维更多，对身体更好。从营养学的理论上来说，这个说法没有错，糙米确实保留了更多的营养成分，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吃糙米。糙米的质地比较硬，比较粗糙，比较难消化。如果你的脾胃功能本来就虚弱，消化能力不好，吃糙米反而会造成负担，引起胀气、消化不良，甚至腹泻。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王奶奶的真实案例一样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的消化功能正常，身体强壮，年纪还轻，当然可以吃糙米，这对你的健康会有帮助。但如果你的脾胃虚弱，容易腹泻，年纪比较大，或者是小孩子，还是选择煮得软烂一点的白米饭比较好，比较适合。记住是合自己体质的才是最好的，不要盲目的跟随流行，跟随别人。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，一个可能会改变你对米饭看法的秘密。如果你觉得光吃白米饭太单调，没有变化，或者你想要进一步加强养生的效果，你可以在米饭里加入一些特别的食材。这些组合在中医里被称为药食同源，意思就是它们既是日常的食物，同时也具有药物的功效，而且效果远远胜过市面上那些价格昂贵、包装精美的补品。第一个黄金组合，米饭加上山药。山药在中医里是非常有名的补脾食材，在《本草纲目》和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都有详细的记载。它能够健脾益气、养胃生津、补肺固肾，可以说是一种全方位的养生食材。你只需要把新鲜的山药削皮后切成小块，跟洗好的米一起放进电锅里煮。煮出来的山药饭不仅有淡淡的甜味，口感绵密细致，而且非常好吃，连小孩子都会喜欢。如果长期食用这种山药饭，能够明显的改善消化功能，增强体力，提升免疫力。这个组合特别适合脾胃虚弱、容易疲倦、经常感冒的人。很多上班族因为工作压力大，三餐不正常，导致脾胃功能下降，吃了山药饭之后，都觉得身体状况有明显的改善。第二个黄金组合，米饭加上红豆和薏仁，这个组合特别适合体内湿气重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台湾的气候潮湿闷热，再加上现代人喜欢吃冰喝冷饮，待在冷气房里导致很多人都有湿气的问题。湿气重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身体感觉沉重，容易水肿，早上起床觉得累，大便黏腻不成形，舌苔厚腻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红豆薏仁饭就是你的救星。红豆能够利水消肿、清热解毒，薏仁能够健脾除湿、美白肌肤，两者加上白米一起煮，不仅颜色粉红漂亮，很好看，而且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和湿气。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你会发现身体变得轻盈了，精神变好了，皮肤也变得更好了。我有很多女性病人都很喜欢这个组合，因为它既能养生又能美容。第三个黄金组合，米饭加上栗子。栗子在中医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，叫做肾之果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它能够补肾、增强肾气。在中医理论里，肾是先天之本，肾气充足的人就会有力气、有精神，不容易感到疲累，腰也不会酸，膝盖也不会软。把栗子剥壳之后，切成小块，跟米一起放进电锅煮。煮出来的栗子饭带住栗子天然的香甜味道，口感松软绵密，特别好吃，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。这个组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，或者是工作压力很大，经常加班熬夜，经常感到腰酸背痛的上班族。栗子不仅能补肾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
对身体非常有益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当你打开电锅的那一刻，热腾腾的蒸汽瞬间飘出来，带住米饭和这些食材混合在一起的香味，充满了整个厨房。那种温暖的感觉，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，而是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的疗愈和满足。这一刻，米饭不再只是普通的米饭，它变成了药，而这个药就藏在你每天的饭碗里，藏在你的日常生活里。我在台南有一位病人，他叫做张先生，今年58岁，是一位公司的经理。他长期有慢性疲劳的问题，每天下班回家就觉得累得不得了，什么事都不想做。他试过很多保健品、维他命、能量饮料，但都没有明显的效果，只是花了很多钱后来他经朋友介绍来找我看诊。我建议他不要再吃那些保健品了，而是每天回家煮山药栗子饭来吃，就这么简单。张先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开始尝试，连续吃了2个月之后，他再次来找我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。他很兴奋地告诉我，他的精神变好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累，工作效率也提高了，连他太太都说他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。他说，这是他自己年来找到的最简单、最有效、最经济实惠的养生方法。米饭变成了药，药就藏在米饭里，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传承了几千年的智慧。说到米饭，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经常被忽视、被浪费的宝藏，那就是洗米水。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洗完米之后，就直接把水倒进水槽里，让它流走了。其实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。洗米水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E、矿物质和淀粉，这些都是对人体非常有益的成分。在古代，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要善用洗米水，他们把它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洗米水有3个非常实用的妙用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第一个妙用，你可以用它来洗脸。洗米水含有天然的米糠成分，这些成分能够非常温和地清洁皮肤，去除污垢和老废角质，同时又不会伤害皮肤的保护层。如果你长期使用洗米水来洗脸，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更细致、更光滑、更有光泽。很多日本和韩国的女性都有这个习惯，这也是为什么她们的皮肤看起来都那么好。我有几位女性病人照着这个方法做，几个月之后，皮肤真的变好了很多。第2个妙用，你可以用洗米水来浇花。植物非常喜欢洗米水里的养分，因为洗米水里含有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氮、磷、钾等元素。用洗米水来浇花，花草会长得更茂盛、更健康，颜色更鲜艳。但要注意，要用第一次洗米的水，而且要稍微发酵一下，不要直接就浇，否则可能会太浓。第3个妙用，你可以用洗米水来洗碗。洗米水里的淀粉有天然的去油能力，能够有效地清除碗盘上的油腻，而且完全无毒无害，对环境友善。在古代没有洗碗巾的时候，人们就是用洗米水来洗碗的。现在我们有了化学洗碗巾，反而忘记了这个天然又环保的方法。除了一般的白米之外，我还要特别介绍2种非常有价值的特殊米。第一种是黑米，也叫做紫米或黑糯米。黑米在中医里被称为药米或贡米，在古代是专门进贡给皇帝吃的珍贵食材，它能够补肾养血、滋阴润燥、明目活血。黑米的深紫色来自于花青素，花青素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物质，能够有效地帮助身体对抗自由基，延缓衰老，预防各种慢性疾病。如果你经常感到头晕、头发容易变白、腰膝酸软无力，这些都是肾虚的表现。你可以试试在白米里加一些黑米一起煮，煮出来的饭带住淡淡的紫色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很有质感。
而且有淡淡的坚果香味，口感也比纯白米更有层次。我建议黑米和白米的比例大概是1:3或1:4就好，不要全部都用黑米，因为黑米比较难消化。第二种特殊的米是糯米，糯米的性质比较温热，能够温补脾胃、益气养血、止虚汗。在寒冷的冬天，或者是身体比较虚寒的人，吃一些糯米做的食物，像是油饭、麻薯、汤圆，能够让身体感到温暖，驱散寒气。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，糯米的粘性很强，比较难消化。如果你的消化功能不好，容易胀气，或者是有糖尿病、胃食道逆流的问题，就不要吃太多糯米，适量就好。这是养生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我常常跟病人说一句话：好东西也要有节制，要有分寸。再好、再营养、再珍贵的食物，如果吃过量了，也会变成身体的负担，也会伤害健康。重要的不是你吃了什么，而是你懂不懂得什么时候该停下来，懂不懂得适可而止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。说了这么多，讲了这么久，我现在想让你真正明白一件事情，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养生的智慧，真正的健康之道，从来都不在那些遥远的地方，不在那些昂贵的保健品里，不在那些复杂的养生方法里，而是就在你每一天每一餐都会面对的那碗米饭里。我行医这30多年来，看过太多太多的病人，他们花大钱买昂贵的冬虫夏草，买各种进口的保健品，追求各种特殊的疗法，把家里堆满了瓶瓶罐罐的营养补充剂，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最基本、最重要、最根本的东西，那就是每天的饮食。他们不知道，一碗煮得好、吃得对的米饭，远远胜过那些昂贵的补品。每当我坐在饭桌前，看着那锅冒着热气、散发着香味的米饭，我总是会想起小时候的场景。我想起外婆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想起她弯着腰仔细的洗米的样子，想起她用最简单的方法、最平凡的食材，却能煮出全家人都怀念、都难以忘记的味道。那种温暖不只是来自食物本身，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，一种对家人的爱，一种对健康的尊重和珍惜。米饭这个陪伴了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主食，这个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食物，它从来都不只是用来填饱肚子的工具而已。它是我们的文化，是我们的记忆，是我们的情感连结，是我们健康的基石。当你真正学会了如何正确的对待它，如何用心的选择它，如何细心的烹煮它，你就学会了如何正确的对待自己的身体，如何珍惜自己的健康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情，一件对你的家人，对更多人都很有意义的事情，那就是请把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、这些方法、这些观念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的人知道，养生其实不需要花很多钱，不需要追求那些复杂的方法，不需要吃那些昂贵的补品。真正的养生就从每天的那碗饭开始，用心选择好的米，用心把它煮好，用心的吃每一口饭，健康就会慢慢的、自然的回到你的身边。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，请你记住，最好的药不在医院的药房里，不在保健品的货架上，而在你家里的厨房里，在你每天的饭碗里。只要你懂得怎么吃，懂得吃什么，懂得什么时候吃，米饭就是你最珍贵、最有效、最经济实惠的良药。让我们一起回到那碗最简单、最温暖、最平凡，却又最珍贵的米饭，找回真正的健康，找回真正的幸福，找回那种久违了的发自内心的平安和满足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我们下次见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。谢谢你的收看。